西遊記》原著入邊，小白龍同觀音有咩關係？同哪吒有咩關係？《西遊記》原著解密第18集，追開嘅朋友幫手點個讚，我先有動力更落去噶嘛。上一集講到啊，取經團隊係一共有39個人嘅神仙保鏢隊暗中保護嘅，分別代表咗如來、玉帝、老君三方嘅勢力。原文再續書接上一回啊，話說小白龍打唔過孫悟空，匿埋咗。孫悟空打算請觀音菩薩收服佢，點知啊唐三藏嘅公主病又發作啦。佢話：悟空啊，如果你去請觀音菩薩，幾時先返嚟啊？我肚餓，我點忍啊？唉，有一個咁嬌氣嘅師傅，孫悟空都覺得好無奈啊！突然間，半空中嘅神仙保鏢隊嘅帶頭人金頭揭帝佢就話：大聖，唔使麻煩你去啦，小神去請菩薩。呢個係金頭揭帝第一次去請觀音，亦都係唯一一次去請觀音。後文呢種情況再都冇出現過啦。點解呢？因為去請觀音菩薩幫手係屬於越級匯報，需要孫悟空點頭先得噶吓。隻馬騮唔點頭呢，邊個都唔夠膽擅自行動噶吓。長話短說，觀音菩薩嚟咗啦，按照劇本順利收服咗小白龍。觀音搞掂咗之後準備走，但係俾孫悟空扯住咗。佢話：菩薩，我唔想撈啦。西天路咁鬼崎嶇難行，仲要保護住呢個咁嘅和尚，幾時先行得到啊？咁鬼多災多難啊！我老孫條命都難講啊！真係啊，點修成正果啊？孫悟空話唔去嘅目的係乜嘢呢？佢其實係變相咁向觀音菩薩攞好處啊！咁觀音就話啦：你當年未成人道啊，都肯盡心咁去修煉啊！今日脫咗天災，點解反而咁難呢？觀音菩薩話孫悟空當年未成人道，都肯盡心咁去修煉，呢句話就表露咗啲嘢啦，即係話觀音其實已經知道咗孫悟空曾經喺靈台方寸山度學藝嘅，亦都知道咗須菩提就係如來假扮嘅。觀音點知噶？梗係如來話俾佢知噶啦。然後觀音就俾咗孫悟空一個保證，佢話如果以後路上真係遇到好大麻煩呢，我會嚟救你嘅。而且觀音仲俾咗孫悟空3條救命毫毛啊！呢3條毫毛孫悟空幾時用到啊？大家記唔記得？咪就喺獅陀嶺嗰陣時咯，孫悟空被裝入陰陽二瓶嗰陣時呢。觀音菩薩俾嘅呢3條救命毫毛呢，同孫悟空自己啲毛係唔一樣嘅。佢哋有一個特點，咩特點啊？就係好硬，專門就攞嚟好似電鑽咁開窿用嘅吓。呢3條毫毛嘅作用呢，就係俾孫悟空破壞人哋啲法寶用嘅。觀音估到孫悟空以後肯定會俾人哋用法寶裝起身。不過呢，觀音估錯咗隻馬騮使用嘅對象，當然啦，呢啲係後話啦吓。觀音真係怕孫悟空唔去取經咩？梗係唔係啦。喂，孫悟空夠膽唔去咩？唔去咪念緊箍咒咯。真相係觀音俾孫悟空捉到咗把柄，因為孫悟空發現小白龍加入取經團隊，但係唔係佢師弟嚟嘅，係交通工具嚟嘅。咁明顯感覺到佢就係俾觀音夾硬塞入嚟噶啦，所以觀音俾孫悟空3條救命毫毛，其實係變相俾啲好處俾老孫啊！小白龍嘅事，馬騮你俾我啲面下，你唔好嘈，安分啲。觀音點解要將小白龍塞入取經團隊呢？咁就關係到小白龍嘅身世之謎啦吓。之前視頻有講過嘅，小白龍係觀音菩薩偶然遇到嘅吓，當時小白龍咪俾玉帝捉住咗嘅。觀音救小白龍就絕對唔係偶然啦。小白龍因為燒咗殿上邊嘅明珠，佢老豆西海龍王呢就要整死佢。俗話講得好啊，虎毒不食子，為咗一粒珠西海龍王做乜嘢要做到咁絕情呢？要懟冧自己個仔？原著第15回有寫到啊，小白龍係迷爺娘嘅野種。迷爺娘係咩意思呢？迷爺娘即係分唔清老豆老母係邊個啊，所以小白龍根本就唔係西海龍王嘅親生仔。問題又嚟啦，喂，你就算唔係親生，養到咁大，點都有啲感情啩？為咗一粒珠仔就要殺小白龍，使唔使咁啊？仲有小白龍唔係西海龍王嘅仔，咁佢親生老豆究竟係邊個呢？第100回修成正果嗰度有講啊，如來話：你本嚟係西洋大海廣晉龍王之子。小白龍係西海廣晉個仔吓，小白龍係姓廣嘅，而且最後小白龍嘅封號係叫做南無八部天龍廣力菩薩。西海龍王叫咩名啊？西海龍王叫敖閏，係姓敖嘅，佢並唔係小白龍嘅親生老豆。好啦，咁小白龍嘅親生老豆廣晉龍王去咗邊呢？西海龍王點解會變咗敖閏嘅呢？好明顯係俾敖家散咗位啦。呢度就要提前解密一啲嘢先啦
我之前係有提過嘅，《西遊記》原著嘅世界係隱藏咗開天闢地之後上古人類眾神同埋上古神獸之間嘅鬥爭嘅吓。呢度大概要講講啦。第77回係有介紹到嘅，《西遊記》世界入邊所有動物嘅祖先就係麒麟同埋鳳凰啊。龍係點樣產生嘅呢？龍就係麒麟同埋鳳凰雜交所產生嘅吓。《西遊記》入邊嘅龍族就係咁樣嚟嘅啦。由麒麟同埋鳳凰直接交配生出嚟嘅龍呢，係叫真龍。真龍之間所產生嘅後代呢，就係真龍後代。小白龍就係屬於殘存嘅真龍後代啦。嗱，第69回朱子國入邊啊，小白龍係有講過嘅，我嘅尿水入邊嘅魚食咗可以化龍。真龍後代嘅尿呢，係可以令到金色鯉魚變成龍嘅。而鳳凰同埋麒麟直接生出嚟嘅第一代真龍嘅尿呢，就更加厲害啦。第一代真龍嘅尿呢，係可以令到任何動物食咗都可以化龍嘅。嗱，靈山化龍池入邊其實就係第一代真龍嘅尿啊。第一代真龍同埋上古人類眾神開戰，第一代真龍為咗壯大自己嘅力量呢，就用龍尿聚集成一個化龍池。靈山嘅化龍池就係咁樣嚟噶啦。第一代真龍嘅尿可以令任何動物都化龍。呢啲通過龍尿化出嚟嘅龍呢，我哋為咗方便稱呼佢哋，叫佢哋做假龍。要再提一提，假龍嘅尿呢係冇化龍作用嘅。第一代嘅真龍製造咗好多假龍出嚟，參與同埋人類上古眾神嘅戰爭，扭轉咗局勢，暫時贏咗人類眾神。不過不久嘅將來，由於假龍嘅數量太多啦，即係啲真龍啊製造咗太多假龍啦，佢哋嗰啲假龍呢就唔甘心真龍嘅統治，最終背叛咗真龍，投降咗人類眾神。敖氏家族就係假龍入邊嘅其中之一啦。呢一班假龍呢，就幫人類眾神一齊消滅咗真龍同埋真龍後代。真龍最終輸咗，就係因為假龍嘅反骨，真龍輸於背叛吓。第一代真龍全部死晒，真龍嘅後代所剩無幾。有啲真龍嘅後代呢，就歸降咗天庭，例如28星宿入邊嘅亢金龍啊，即係小雷音寺入邊幫孫悟空轉開咗嗰個金缽嗰個呢，大家記唔記得吓？人龍之戰之後啊，天庭要統治四海。當時嘅西海龍王廣進就係殘存嘅真龍嘅後代。嗱，廣進有3個細路，小白龍就係老三。小白龍上邊仲有一個大佬同埋一個家姐，佢哋係邊個呢？以後黑水河嗰回啊，再慢慢解密。呢度要講嘅係，由於假龍敖氏一家背叛咗真龍，獲得咗玉帝嘅撐腰，佢哋敖氏家族呢，就暗中幫玉帝誅殺真龍嘅殘存後代。點解會係暗中誅殺呢？因為上古人獸之戰之後啊，好多神獸啊都歸降咗人類眾神，例如後邊嘅大鵬鳥啦、文殊菩薩嘅青絲精啦、普賢菩薩嘅白象精啦，仲有九靈元聖呢啲都係歸順咗人類眾神嘅上古神獸嚟噶吓。對於呢啲已經歸降咗嘅神獸呢，天庭就唔可以好似之前人獸大戰時期咁樣想殺就殺噶啦，要和平共處噶嘛，無謂挑起戰爭啦，係咪先？所以後嚟好多神獸呢就修煉成人形，隱藏身份。所以點解取經路上犀牛賀州妖魔遍地，如來想要收服唔可以直接去殺，仲要搞取經項目？呢個亦都係點解天庭會支持如來搞取經項目嘅原因吓。真龍係一個好強大嘅物種嚟嘅，所以天庭對於殘存嘅真龍後代係唔會輕易放過嘅。要登台上位嘅假龍家族敖氏一家，無疑就淪為咗天庭追殺真龍後代嘅先鋒隊啦。西海真龍後代廣進一家就遭到咗敖家嘅誅殺。西海龍宮嘅第一次淪陷就係廣進被殺。當時追殺西海真龍廣進一家嘅行動入邊呢，仲有一個細路仔嘅。呢個細路就係3歲大嘅哪吒。西遊記原著入邊嘅哪吒鬧海，真相就係幫敖家孭鑊啊！哪吒鬧海之後呢，就削肉自殺而死噶嘛。嗱，再一次提醒，西遊記原著係作者獨立創作嘅一個世界嚟嘅。哪吒嘅身世同封神榜係完全唔同噶吓，西遊記同其他文學作品係完全冇關係嘅。第83回，如來一早就已經計劃到哪吒自殺之後復活哪吒噶啦，橫掂哪吒鬧海之後會自殺，所以假龍敖氏一家殺死真龍廣進嘅呢件事呢，就由哪吒孭鑊就最合適啦。如來復活哪吒之後呢，哪吒自然就會成為如來嘅人啊嘛。第83回有講啊，如來復活哪吒之後，哪吒認佛作父，從此哪吒咪變咗如來嘅人咯。就係因為咁，
西海龍王廣進嘅死啊，就變成咗冤案啦，因為哪吒孭咗鑊啊嘛，不了了之。呢個就係《西遊記》原著世界入邊哪吒鬧海嘅真相啦。哪吒鬧海只不過係掩蓋西海第一次淪陷嘅講法嚟嘅啫。注意啦，係西海第一次淪陷，以後仲會有第二次噶吓。四海入邊啊，就係西海最唔太平。之後黑水河嗰回啊，會講到廣進一死就標誌住西海嘅大權徹底咁落入咗敖氏一家嘅手入邊啦。敖閏就入住咗西海龍宮，變咗而家嘅西海龍王。以前嘅西海真龍廣進雖然死咗啊，但係廣進家族呢並冇咁樣被滅門嘅，因為廣進一早做咗安排。佢有一位好信任得過嘅神仙朋友，西海淪陷嗰陣呢，就秘密救走咗小白龍嘅大佬同埋家姐。大家可以估下呢個神仙係邊個？不過小白龍自己就冇咁幸運啦，佢俾西海敖閏捉咗。敖家就冇殺佢嘅，唔單止冇殺啊，敖家仲想將西海嘅大權傳俾小白龍啊。點解啊？因為敖家要從小白龍身上得到一啲想要嘅嘢。佢哋想要得到啲咩呢？我哋去到黑水河嗰回再一齊解密下。既然敖閏想要從小白龍身上面得到嘢啊，咁做乜嘢會因為一粒明珠就要殺小白龍呢？呢粒明珠小白龍係俾咗觀音嘅，大家睇原文下。小白龍死都唔肯交出呢粒珠，肯定就唔簡單啦。咁小白龍喺邊度得嚟呢粒珠嘅呢？呢粒珠背後又隱藏住啲咩秘密呢？小白龍身上嘅謎團係未解完嘅吓，我哋去到黑水河嗰回再同大家解開謎團。話說觀音咧塞咗小白龍入取經團隊之前啊，仲同小白龍做咗個外科手術。觀音將小白龍頸上面嗰粒好重要嘅明珠摘咗落嚟之後呢，將玉淨瓶入邊嗰支楊柳啊染少少甘露，向佢身上邊拂咗拂，吹啖仙氣，變咁小白龍呢就變咗一匹白馬啦。其實觀音叫小白龍加入取經團隊係有另外一個好處嘅，可以話小白龍喺取經團隊入邊就係代表咗觀音菩薩，佢係觀音安排喺取經團隊入邊嘅眼線。好啦，收咗小白龍之後，有一班神仙送咗唐僧佢哋過應仇間，仲送咗啲鞍馬配件俾唐僧啊！呢班神仙咪就係觀音菩薩落家山嘅山神土地咯。而家總結。呢一回呢，應仇間見到嘅所有嘅一切呢，都係觀音菩薩自編自導演嘅一場戲嚟嘅，目的只有一個，就係要小白龍順利咁加入取經團隊。觀音菩薩仲想用3條救命毫毛同自己嘅保證收買孫悟空啊！仲有一個問題，玉帝點解會聽觀音菩薩嘅說話放咗小白龍嘅？背後係咪仲有啲咩不可告人嘅秘密呢？大家知唔知39個人嘅神仙保鏢隊係點樣嚟噶？佢哋係同小白龍同一時間加入取經團隊噶。神仙保鏢隊係觀音菩薩向玉帝借嚟嘅，其實就係觀音菩薩作為玉帝放小白龍對玉帝嘅一個回報嚟嘅吓。你放咗小白龍，咁玉帝你就安排啲人入取經團隊俾你及住啦。收咗小白龍之後呢，取經團隊離開咗應仇間，大概行咗1萬里先到觀音禪院。108000里要經歷9981難啊，相當於1000幾里就要有一難嘅。不過呢1萬里路呢，就行得十分平靜噃，乜嘢妖魔鬼怪都冇出現過。咁即係意味住後邊嘅路途妖魔鬼怪就要開始集中出現啦，亦都講明咗你越係靠近靈山呢，要打嘅妖怪反而就越多啦。唐僧師徒嚟到呢個觀音院啊，顧名思義，觀音院肯定同觀音菩薩有好大關係啦，係屬於觀音嘅勢力範圍。咁呢間寺院究竟有啲咩特別呢？下回分解。